大姐夫，大姐夫，快，米饭弄好了吗？哎呀，早就等你的菜呢。哎呀，菜来吧。都弄好了。啥新做法？这么好的颜色啊？牛腩烩牛腩。不是你得放点辅料。哎，咱家肉多，还放啥辅料了？还尝点米饭。就吃肉呗。行。哎呀，先给我来还是你先来？先给你来。行。多来点。嗯。吃点肉。我得多来点。多夹2块。嗯。是吗？肥乎乎的才香呢。嗯。快吃，大姐夫。行，吃。好像有点咸了。你给我把米饭整好。我觉得还行。一共就这点儿，这咱俩吃完一会儿，婷婷他俩回来没了。我早就留下了，我。是啊，还是你讲的周到。能不这么点吗？早就给他俩留好了。